Hello，大家好，我係塔羅斯 Rani，即將進入新一年啦，不如我哋試一試從占星學嘅角度嚟睇一睇2026年會有乜嘢特別嘅星象同埋月相，當中又可以給予我哋乜嘢嘅好能量同埋運勢呢？西洋命理師 Rani 李力，鑽研塔羅牌同埋占星學至今超過30年，喺2005年創立嘅 Hebe Shop 塔羅占卜店至今，修畢英國著名占星學會嘅課程，並且獲頒發證書，並且因為占星學成績優異，喺2011年獲英國威爾斯大學頒發獎學金。及後曾經多次參與英國專業占星講座、塔羅牌同埋占星學研討會。首先喺呢一個2026年所出現嘅重大行星過境，就包括咗喺1月尾左右，海王星就會由雙魚座走入白羊座，開啟咗一個長達14年左右嘅新週期。同時亦都標誌住我哋即將係會將想像轉化為實際嘅行動。喺個人層面上，海王星留喺白羊座區域嘅時候，就或者會令到我哋變得更加熱情奔放、大膽，同埋具有更大嘅衝勁，去完成心目中嘅一啲理想同埋目標。但同時亦都可能會模糊咗我哋對理想主義同埋現實之間嘅一啲分別，而引致出現較多嘅一啲衝動行為。而喺宏觀層面嚟講，當海王星喺雙魚座嘅時候，我哋就會嘗試去消除界線，對於道德、規條，又或者任何具有約束性嘅事物，亦都會想逃避同埋努力去解除。而嚟到呢一個新週期當中，海王星嘅夢幻特質就可能會驅使住我哋去重新定義原則、規條，甚至可能會涉及一啲國與國之間嘅一啲界限問題，亦因此開放邊界、移民潮、唔同文化嘅一啲融合、網絡嘅法規，又或者係去創建無邊界嘅虛擬世界等等嘅事，亦都可能會即將被突顯。而去到7月初，海王星就會進入逆行狀態，直至到年尾。喺呢段時間就係一個去重新檢視我哋理想嘅大好時候，並且建議住大家要學會放緩腳步，同埋要多啲以現實環境作為考量同埋修正。當中最影響嘅星座就包括咗白羊座、金牛座、巨蟹座、天蠍座同埋雙魚座嘅朋友嘅一啲發展啦。另外，大家亦都可能會特別關心喺新嘅一年，邊個領域係會有住較多嘅波動。咁樣我哋就要留意一下天王星嘅變動啦。例如係話喺2月初，具有發明同埋創新特質嘅天王星就會喺金牛座回復順行，並且會喺2026年4月尾完成喺金牛座領域嘅最後階段，然後就將會進入雙子座，並且喺嗰度停留大約7年左右，意味住喺上半年間，喺呢一個新週期嘅開始，能量就或者仍然會干擾到我哋嘅生活當中嘅一啲根基、金融體系、人類同埋大自然之間嘅一啲互動，以及震盪到我哋每個人嘅一啲價值觀等等，促使住我哋去反思生存嘅需求、滿足方式，又或者對生活穩定嘅一啲追求。而喺下半年間，天王星喺雙子座嘅時候，並且就會喺9月份進入逆行週期，就可能會帶嚟唔同嘅一啲主題，顛覆住我哋喺溝通、科技、教育、交通、旅遊同埋各種商業領域上嘅一啲發展。宇宙或者會通過一啲突如其來嘅事件嚟到徹底顛覆住我哋賴以為常嘅一啲模式，鼓勵我哋要從困惑當中揾到突破界限嘅方法，因為穩定嘅體系同埋結構可能即將會被取代。例如係話喺通訊上可能會帶嚟新嘅科技，交通工具出現突破性嘅一啲設計，人工智能嘅普及，太空探索嘅一啲飛躍進步。總之，唔同嘅新科技就可能會即將為人類帶嚟文化、經濟同埋社會管治上
一啲嘅徹底變革。而同時喺7月同埋11月，天王星就會同冥王星呈現出三分相，令到兩股能量能夠生產出協調嘅作用。喺強大嘅覺醒電波所刺激之下，人類對於舊有嘅一啲想法、觀念，又或者係社會規範，都可能會有住一啲較大嘅改變空間。而喺呢一個階段，就係個人成長同埋社會變革嘅大好時機。有啲新嘅變動，或者會喺呢個時候突然間顯現出嚟。雙子座、巨蟹座、處女座同埋摩羯座嘅朋友嘅一啲個人發展，就可能會最受天王星嘅推動，而變得較為動盪同埋具有挑戰性。除此之外，土星喺上年嘅5月就曾經進入過白羊座，後嚟又逆回到雙魚座當中，而直至到今年嘅2月15號，佢就會正式進入白羊座嘅領域，直至到2028年嘅4月。喺呢個時期就標誌住我哋即將會由自我反省同埋想象當中轉化為具備衝勁同埋活力，並且會喺2月20號，土星就會同海王星形成合相，鼓勵住大家喺實踐理想嘅時候，除咗要有勇氣同埋自信心之外，亦都要具備謀略。千祈就唔好亂衝亂撞，就走入一啲較為理想化嘅目標當中。尤其是當土星喺7月份嘅時候開始進入逆行週期，金牛座、處女座同埋雙魚座嘅朋友就或者需要多關注財務上嘅規劃，而雙子座、天秤座同埋射手座嘅朋友就可能需要去學習更多同他人相處之道，群策群力先至能夠有助你哋實現夢想㗎。而從世俗占星學嚟睇，土星係代表政府同埋權威，而當土星進駐白羊座嘅時候，對於整體環境嚟講，就預示住喺管治根基、礦石、農業、天然資源、燃料同埋同醫療等等有關嘅領域上面，可能就會面臨強烈嘅競爭或者甚至係挑戰。而各國喺捍衛國土上，亦都可能會採取主動，並且對於規則、秩序同埋制度會有住更強烈嘅追求。同時，土星亦都係嚟提醒住我哋，對於維持穩定社會嘅必要條件，就係要有結構、紀律同埋責任。而嚟到新一年，大家可能亦都會較為關心財運或者係好運會幾時嚟。而喺占星學上，木星就係好運嘅象徵。而喺今年，木星就會喺3月恢復順行，意味住喺上半年間，整體上經濟嘅變動仍會較多，樓市、股市同埋有關於民生嘅議題，亦都會被凸顯。而喺波動嘅大環境當中，我哋就需要去重新思考生活模式、居所同埋長遠嘅人生計劃。而另外，去到7月1號，木星就會進入下一個新週期，會從較為內向嘅巨蟹座走進中意表現嘅獅子座當中，象徵住跟住落嚟嘅時間就係要去開創、拓展以及進行更多大膽嘅嘗試嘅好時候。尤其是金牛座、雙子座、獅子座同埋水瓶座嘅朋友，喺木星嘅帶動之下，或者會迎嚟一個較為精彩嘅新一年。喺情感或者家庭嘅領域當中，亦都可能即將會有爆發式嘅一啲成長。而喺傳統嘅世俗占星學當中，具有領導特質嘅木星，就或者會能夠驅動住全球金融、貿易發展、娛樂事業、旅遊同埋運動方面嘅領域。喺積極規劃之下，或者能夠有住繁榮昌盛嘅境況。但係同時，木星嘅擴展能量亦都可能會引發起國與國之間嘅一啲競爭，一啲同糧食生產、進出口、國家之間嘅條約、邊界、商貿，又或者甚至係宗教等等嘅領域，亦都會最受關注。除此之外，具有重新意味嘅冥王星，亦都會係今年嘅焦點所在。因為冥王星喺5月初就會開始進入逆行週期，
而喺冥王星逆行嘅期間，就可能會為我哋帶嚟一啲重複嘅挑戰、困阻、壓力，以及一啲潛在嘅問題可能會被發現等等。而喺呢段時間，宇宙就似乎係想我哋能夠透過唔同嘅經歷嚟到多作反思，同埋揾出應對同埋轉型嘅方法。因此喺今年其實係最適合去研究同埋洞察我哋自身問題同埋探索真相嘅好時間。但係大家亦都要避免作出任何未經過長遠考慮嘅決定。而最受影響嘅星座就包括咗金牛座、獅子座、天蠍座同埋水瓶座啦。因為你哋跨世代嘅業力或者會被激活，生活當中就會有回顧過去嘅機會，又或者會為你哋帶嚟較為深刻嘅演化，並且喺人生當中更加有機會會有住一啲深度嘅重置嘅需要。而另一個焦點所在，當然就唔少得我哋成日都聽到嘅水星逆行。其實之所以咁備受關注，係因為水星基本上每年亦都會逆行3至4次，而每次大約就會維持20日左右，所以佢嘅次數就會較為頻密，而可能就會備受大家嘅注意啦。而喺今年2026年，水星就會逆行3次，第一次就會係喺2月26號至到3月20號喺雙魚座逆行。今次嘅水星逆行要求住大家要學會停一停，一啲一直迴避、隱藏嘅真相，又或者甚至係未解決嘅問題，就可能會喺呢個階段浮現出嚟。鼓勵住大家要多積極去面對，同埋去挖掘出深層次嘅問題，從而試住去作出一啲改進。而第二次就會係喺6月29號至到7月23號喺巨蟹座逆行。呢個時候，大家嘅直覺力就可能會被增強，並且亦都代表住最好能夠學會多觀察同埋反思一下，令到自己嘅思維慢慢沉澱，頭腦先至能夠變得更為清晰。而第三次就會係喺10月24號至到11月13號喺天蠍座逆行。而呢一次水星逆行可能會帶俾我哋一啲意想不到嘅啟示，或者甚至係衝突，並且標誌住大家可能需要重新審視所遇上嘅問題當中嘅一啲源頭，同時亦都要學會保持資訊靈通、清晰嘅頭腦同埋積極面對，先能夠順利過渡。除此之外，能唔能夠有開心嘅時光，又或者係桃花運會係點？喺占星學上，金星就係掌管住愛情同埋玩樂，而金星所到達嘅宮位就可能會能夠給予我哋唔同嘅一啲助力。此外，金星就會每年半左右逆行一次，而剛好喺今年嘅年尾，即係大約喺10月份至到11月份左右，金星就會進入逆行週期，並且會同水星同埋太陽有住合相。喺三者能量嘅融合之下，就或者會為我哋帶嚟強大嘅洞察力同埋深刻嘅體驗。尤其是係白羊座、金牛座、巨蟹座同埋天蠍座嘅朋友，喺愛情、人際關係同埋價值觀方面，就會係一個去展現勇氣嘅時期，將會有動力同埋智慧嚟助你哋去做出一啲新嘅改變。另外喺一年當中，除咗要觀察以上嘅星象變動之外，其實月相亦都係好重要。而首先喺2月份就會出現水瓶座日環食，喺占星學上，無論係月食或者係日食，佢嘅影響力都會係比起一般嘅新月同埋滿月嚟得更為強大，能量亦都可以維持3至6個月左右。而呢一個水瓶座超級新月嘅能量，就或者會打破咗我哋習以為常嘅一啲生活模式同埋行為，有住重啟同埋孕育新生嘅意味。對於金牛座、獅子座、天蠍座同埋水瓶座嘅朋友嚟講，就會係有住重大嘅推動力啦。另外喺3月初，我哋就會迎嚟一個超級滿月，佢係坐落喺處女座區域，同時亦都有住特別嘅月相、月全食。佢驅動住我哋去接受現實，
並且鼓勵住我哋要學會將理想系統化，同埋去制定良好嘅框架，將理想實現。獅子座、處女座、摩羯座同埋天秤座嘅朋友，可能亦都需要喺呢段時間試下靜落嚟觀察，同埋着手去規劃對未來嘅一啲新計劃。而去到下半年間，喺8月初，我哋亦都會迎嚟一個具有果斷能量嘅獅子座新月，並且佢係具有特別嘅月相日全食。而呢一次日全食就可能會為大家帶嚟嶄新、興奮同埋欣喜嘅一啲事情，尤其是係白羊座、摩羯座、獅子座同埋水瓶座朋友嘅戀愛發展，可能會有住意外嘅驚喜。此外，喺8月尾就會出現雙魚座月偏食，而呢一個超級滿月嘅能量就可能會迫使住我哋去解決一啲舊有未處理好嘅事，並且能夠令到大家喺唔同嘅經歷當中得到更深刻嘅理解，從而或者有助我哋去釋放出舊有嘅情緒包袱。尤其是係對於白羊座、射手座、摩羯座同埋雙魚座嘅朋友嚟講，呢個時間會係一個去擺脫舊影子嘅好時機。而整體而言，今個2026年，宇宙似乎就會為我哋各人提供考驗、機會同埋好運，所以大家不妨視挑戰為機會。你哋嘅人生同埋潛能，或者會有住突然爆發嘅可能，大家要好好運用啦。咁我哋而家就嚟睇下12星座會喺2026年各自大概嘅運勢又會係點呢？喺呢度，我想俾大家一個小提示，你哋除咗可以參考自己嘅太陽星座運勢預測之外，仲可以睇一睇自己嘅上升星座預測，兩個星座一齊參考，你哋將可以得到更準確嘅預測結果㗎。白羊座事業篇，喺呢一個2026年初，逆行喺你哋掌管家庭、情緒同埋需求嘅第4宮當中嘅逆行木星，就會相繼咁被坐落喺代表個人職業生涯同埋公眾形象嘅第10宮當中嘅金星、太陽、火星同埋水星所刺激。呢啲能量就可能會為各個白羊座嘅朋友喺事業發展、成就、形象、家庭或者係居所等等嘅領域帶嚟一啲挑戰，因而財務上嘅穩定性亦都可能會受到影響。而喺1至3月期間，甚至可能會出現一啲較為重大嘅變化同埋考驗。而呢個時候，你哋就要好好把握土星喺2月中嘅時候進入你哋命宮嘅能量，凡事亦都要以務實為本，千祈唔好忽視現實同埋危機嘅存在。只要你哋喺實行任何計劃，又或者係理想之前，亦都最好打好根基，緊密咁去接收唔同嘅新資訊，並且要以客觀咁去分析同埋制定策略。縱然係遇上一啲阻力，亦都要學會堅毅不屈咁繼續向前行。同時，今年可能亦都要能夠做到因應環境嘅急速變化而作出一啲協調，咁樣就能夠為你哋日後取得成功奠定基礎。財運篇，去到4至6月，太陽、金星、土星同埋海王星亦都會齊集喺你哋嘅命宮。預示住喺呢個時候，你哋嘅人氣可能會有住急升嘅現象，而喺人群當中就極能夠有住發光發亮嘅機會。而一啲喺較早前有努力付出過嘅白羊座朋友，更加或者能夠有住升職加薪嘅機會。同時，由於天王星會喺4月尾進入你哋嘅思想宮，就可能會推動住你哋去作出更大膽嘅一啲想法同埋行為。呢個時候，亦都可能會有住較多需要你哋去緊急應對嘅事件出現，而當中更加會有機會涉及一啲同家人、居所、共有資產、借貸、保險或者係奢侈品有關。而去到5月初，
冥王星就會喺你哋掌管社交、團體活動同埋理想嘅第11宮逆行，提示住你哋凡事亦都適宜多量力而為之。對於每一件事唔適宜抱有過於理想化嘅想法，並且切勿因為一時嘅衝動或者係喜好而大花金錢，否則就或者會為自己引嚟一啲財務壓力。愛情篇，而去到下半年喺7月初受到水星逆行嘅干擾，大部分嘅白羊座朋友可能會容易出現較為莫名其妙嘅一啲不安感，對於抉擇更加可能會傾向於出現猶豫不決嘅現象。同時喺呢個階段，亦都需要留意一下人際關係上嘅發展。喺工作嘅時候，適宜少說話多做事，並且要學會以有條理嘅方式嚟到處理好眼前嘅一啲工作。循規蹈矩咁工作，可能會幫助你避免出現不必要嘅一啲是非或者係麻煩事。而隨住木星悄悄咁進入獅子座領域當中，亦都同時正好係嚟到觸動到你哋掌管情愛、娛樂、孕育同埋任何同歡樂有關嘅第5宮，正式為你哋打開咗光芒四射嘅戀愛之門。未拍拖嘅白羊座朋友喺8至9月嘅戀愛運就最為高企，喺積極建立之下，更加可能會喺下半年有脫單嘅機會。至於已經有伴侶嘅白羊座朋友，喺感情穩定發展之下，再配合上下半年嘅衝勁能量，有一啲人或者能夠雙雙攜手進入人生嘅另一個階段。一啲同組織新家庭、懷孕產子、購置新居，又或者係創業等等嘅人生大事，可能會即將被凸顯出嚟。而值得留意嘅就係喺10月，金星就會開始喺你哋代表借貸、賬單、投機同埋同伴侶之間金錢瓜葛有關嘅第8宮逆行，預示住喺呢一個年尾時間，或者會容易因為現實嘅問題而影響到財務嘅平穩發展。同時亦都係提示住大家，凡事亦適宜以長遠作為考量，千祈就唔好貪一時嘅利益而作出超越自己能力範圍嘅事，先能夠避免遇上同金錢有關嘅一啲激烈波動事件。最後，大家今年就要謹記，好好把控住情緒，過於放任嘅思想，或者會令到你哋錯失咗一啲重大嘅人同埋事嘅一啲發展機會。當中可能你哋特別需要留意嘅就係喺2至3月、6至7月同埋12月份呢啲時間，你哋適宜多作審視同埋回顧，現實收成係需要多番嘅修正同埋付出，切忌貿貿然作出行動。金牛座事業篇，喺呢一個2026年年初，正係喺你哋命宮逆行嘅天王星就會被陸續激活，大概或者可以預期會有住較為波動嘅年頭。同時，由於象徵思想、溝通同埋交通嘅水星就會喺1月2號進入咗你哋掌管高等教育、遊覽、法律或者同合約有關嘅第9宮，推動住你哋去透過旅行、學習、宗教、哲學又或者學術研究嚟到去拓展視野。亦因此，有一啲人就可能會喺1至3月期間有住海外旅遊、外出公幹、報讀新課程，又或者係需要經常接觸海外文化等等嘅機會。同時喺呢個階段受到冥王星嘅帶動，同埋賦予住你哋果敢同埋探索嘅能力，各個金牛座嘅朋友嘅事業運亦都可能會迎嚟新轉機。而今年如果大家想能夠喺事業上更上一層樓嘅話，
秘訣就係在於要學會綜觀全局，尋求真相，理解環境實況，同埋多作大膽嘅新嘗試，咁樣先能夠令到你哋發現更多嘅新機遇，並且有機會能夠幫助你哋去取得突破性嘅進展，從而提升到事業嘅發展。而正在待業嘅你就要好好把握由2月至到8月呢一個時段啦，因為水瓶座日食會全力咁去幫助你突圍而出。試下多啲去參與唔同嘅社交活動，又或者相約舊同事、舊上司出嚟相聚一下，亦都或者能夠增加到你揾新工作嘅機會㗎。愛情篇，而去到3至4月，喺受到處女座月全食所刺激，除咗意味住你哋嘅戀愛運勢亦都可能會隨之而有所增強之外，其實或者亦都係嚟提示住你哋喺處理感情事宜上，大家要學會靈活變通。而仍然單身嘅你喺呢個時段，舊情人又或者係一啲曾經同你有過曖昧關係嘅人，就可能會有再度出現。再加上太陽、金星、海王星同埋土星，亦都會結合喺你哋象徵因果業力、黑暗面、危險以及同恩怨有關嘅第12宮，咁就意味住可能會為你哋引嚟一啲具有宿命感嘅關係。但係你哋或者仍然需要多加重新審視關係嘅發展可能性，而千祈就唔好只係靠一啲舊嘅記憶或者係舊嘅感覺而行事啦。而無論係有伴侶或者係單身都好，如果你哋想能夠維持長久嘅關係，你哋就需要學會放下過去，千祈就唔好再糾纏喺舊事當中。如果發現有一啲人同事並不如你理想嘅話，你哋就需要及早果斷咁去捨棄。而此外，喺10至到12月期間，喺受到金星逆行嘅干擾，已經有伴侶嘅金牛座朋友，或者會發現更多同伴侶之間嘅一啲差異，例如係話喺價值觀上、教育孩子嘅方法上面，又或者係對唔同嘅興趣嘅睇法上。而喺呢個時期，你哋就可能需要善用金星逆行嘅放緩電波，試一試多作觀察，同埋試下用心咁去從對方嘅角度去看待事物。若然想能夠維持和諧嘅相處，或者你哋係需要去學習尊重唔同嘅人有住唔同嘅想法同埋喜好。總之，只係依住你哋嘅喜好而行事嘅話，就或者可能會造成一啲不必要嘅爭執啦。財運篇，另外去到5至7月，各個金牛座嘅朋友嘅心力就可能會再次能夠回歸到自己身上，當中有住水星、火星、太陽同埋新月嘅照亮，呢個時候或者係一個去開創新天地嘅好時機，所以大家不妨試一試去發掘出更多嘅新發展機會，例如係話創業、轉換工作、致力喺某一啲嘅興趣當中，又或者係試下積極咁去開創更多賺錢嘅渠道等等。而再配合上喺7月初，火星同埋天王星就會聯手去激活起你哋嘅財運。雖然預示住喺呢個時候嘅金錢往來可能會有所增多，但係亦都同時意味住或者會有住突然間嘅財務起伏。而另外，由於喺8月，獅子座日食係會嚟到你哋象徵家庭、居所同埋同情緒有關嘅第4宮，咁就意味住喺下半年間，一啲同家有關嘅事宜可能會特別需要你哋多加關注。而同時有一啲人亦都可能會因為需要購置新居、裝修、維修，又或者係換一啲新家具而花費唔少。所以喺下半年，你哋大可預期會有住較多嘅支出出現。總括嚟講，喺呢一個新一年，你哋嘅事業就可能會有住較多嘅波動，所以大家不妨好好把握2至4月、7至8月同埋12月喺呢個時段當中，你哋會有住較強嘅突破能量，能夠幫助你哋去發揮才華同埋能力。大家好好運用一下啦！
雙子座財運篇。喺呢一個2026年初，首先財運就可能會變得較為活躍起嚟，因為火星、金星同埋太陽都會喺你哋掌管共同資源、貸款、贈品、獎金、遺產，又或者任何透過他人而獲得金錢嘅第八宮發力，並且就會遇上具有突變能量嘅逆行天王星，預示住你哋嘅財務狀況或者會有住經常改變嘅可能。有一啲人可能會能夠得到意外之財，但係相反，有一啲人就可能會遭遇到突然嘅損失。而喺1至3月期間，你哋亦都最好能夠冷靜咁去對待每一個人生嘅變動，同埋以有規劃嘅方式嚟到運用金錢。另外，有一啲人喺上半年間就或者會有住工作同埋居所上嘅一啲變動，從而令到支出同埋收入有住較為唔穩定嘅情況出現。而去到7至9月，喺受到木星嘅強烈推動之下，各個雙子座朋友嘅一啲靈感就可能會被大大激活，對於新事物可能會有住強烈嘅興趣，從而有一啲人更加會喺呢個時候較為容易出現較多嘅衝動消費，睇到中意嘅動物、限量版嘅飾品、別致嘅一啲擺設，又或者任何新奇有趣嘅事物，亦都能夠挑起住你哋想擁有嘅慾望，因而支出就可能會激增。而你哋若然唔想造成財務負擔嘅話，就可能需要去借助土星逆行嘅能量，學會多衡量需要或者係實用性，千祈就唔好盲目咁去追隨自己嘅感覺而行事啦。事業篇。至於喺事業發展上，喺1至3月，金星、火星、水星、太陽同埋新月嘅能量，亦都照亮住一啲從商、依靠佣金、需要跑數又或者係自僱嘅人士，所以你哋要好好把握時機，去多啲同客戶聯繫，同埋試下重新傳遞一啲資訊俾對方。謹記機會就唔係等返嚟嘅，相反就係需要主動積極去爭取。而喺日常嘅工作上，喺呢個時段就可能要多啲學習新嘅知識同埋技能，試下積極去多參與一啲培訓，報讀新課程，又或者係喺網上自學一啲新嘅技能嚟到提升一下自我嘅競爭力。而去到4至6月，有住水星同埋吉星木星嘅眷顧，一啲做事細心上進嘅雙子座朋友就或者能夠有住升職加薪嘅機會。而另外，由於喺4月尾，天王星就會嚟到你哋嘅命宮，大大激活起你哋想離開原地去創建新發展嘅一啲衝動，因而轉換職業跑道，到海外遊覽、開公司創業，又或者會係變得更為積極咁想去追求自己嘅夢想，因而工作變動亦都可能會變得較多。而去到7至9月，由於木星就會嚟到你哋掌管思想同埋溝通嘅第3宮，就或者會刺激起你哋去同他人溝通嘅機會，而屆時你哋亦都需要多作主動嘅聯繫，因為喺交流嘅時候，你哋或者能夠得到一啲得着，當中更加有機會可能幫助到你日後嘅事業發展添。而此外，喺8月份所出現嘅日全食同埋日偏食，亦都係嚟到提示住你哋，如果想能夠喺事業上有所進步嘅話，或者係時候要去學習新知識啦。所以大家不妨選擇一啲短期嘅課程嚟到增值一下自己啦。而去到年尾時分，你哋就適宜多留意工作上嘅程序、物流嘅安排，以及人與人之間嘅一啲交流狀態，要多作溝通同埋書面嘅核實，嚟到避免混亂同埋被誤會嘅出現。愛情篇。另外喺戀愛方面，已經有伴侶嘅雙子座朋友，或者會喺上半年容易同伴侶出現金錢嘅瓜葛。好嘅一面就係你哋兩個或者會有機會計劃去買樓，因而需要雙方合力咁去供款。
又或者係大家一齊去開創新事業等等，因而有住唔同嘅錢銀往來。而有啲人就可能會係因為需要問對方借錢嚟到作周轉。而無論係邊一種，各個雙子座嘅朋友亦都需要學會理財，千祈唔好作出一啲超越自己能力嘅承諾。而至於單身嘅你，喺上半年就或者先要努力投入工作當中，因為你哋嘅戀愛運大多係圍繞住一啲同事業、藝術、演講又或者同培訓有關嘅地方。而除此之外，如果你哋想能夠加快脫單嘅話，今年就首先要好好咁去提升一下自身嘅價值，同埋試下對錢財方面有住一啲更好嘅規劃，咁先能夠令到你哋變得更為吸引，同埋能夠吸引到更優越嘅對象。而去到下半年，受到木星嘅提示，你哋就或者可以試下多啲同親朋好友多做溝通。有任何家族嘅喜慶活動，又或者係朋友嘅婚禮，亦都適宜多積極參與。咁樣除咗能夠令到你哋漸漸旺氣之外，亦都能夠提高你哋去結識新朋友嘅機會。特別係喺8至9月，你哋嘅戀愛運就似乎特別旺盛啦，大家要多多把握啦。最後，今年大家要謹記喺財務上要學會有規劃，就自然會財源滾滾來。相反，若然過於隨心行事，就或者會造成債台高築。所以你哋自己就要去選擇自己嘅人生路啦。而另外喺1至3月同埋5至7月，你哋嘅人氣就會係較為旺盛。大家試下積極咁以有勇有謀嘅方式嚟到開展一下新嘅人生計劃啦。更美好嘅人生正係等待住你哋去開創㗎。巨蟹座愛情篇，喺呢一個2026年初，率先被點亮嘅宮位就會係喺象徵合作同埋親密關係嘅第7宮，有住金星、火星、水星、太陽同埋新月嘅點亮，推動住你哋去同他人合作之外，喺情感上已經有伴侶嘅巨蟹座朋友，就或者會更為在意去建立更親密同埋更穩固嘅關係。但係由於木星正好係喺你哋嘅命宮逆行，就或者會直接干擾到你哋嘅情緒，令到你哋容易感覺到不安同埋不滿，因而喺1至3月就或者會較為容易同伴侶之間出現一啲關於人生理念、人生目標，又或者係喺金錢上嘅安排上有所分歧而產生爭執。而大家如果想能夠維持和諧嘅關係嘅話，就或者需要去理解木星喺你哋命宮逆行嘅意義。佢係想嚟到給予你更多嘅時間去多作反思，同埋檢視現實嘅狀況。正所謂針冇兩頭利，無論係喺人同事上，你哋或者亦都需要適時咁去包容同埋作出協調。同時亦都可能不妨試下轉換一下生活上嘅某一啲嘅習慣，以新嘅模式嚟到相處，亦都有機會能夠幫助你哋建立更穩固嘅關係。而去到下半年，由於你哋嘅事業宮係被激活，就可能會令到你哋更為着力喺發展個人成就上。咁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因為喺呢個階段，你哋或者更需要能夠有住愛嘅支持。而因此，縱然生活有住唔同嘅困阻，但係亦都可能令到你哋喺唔同嘅經歷當中，令到關係變得更為緊密。而未有伴侶嘅你，喺上半年就可能需要把握4至6月嘅呢個時間啦，因為金星就會為你哋打開人際之門，只需要你哋勇於踏出一步，就或者能夠結識到一啲具有實力同埋財力嘅新朋友。而有啲朋友更加能夠喺年終嘅時分有脫單嘅機會添。
而去到下半年，從星上嚟睇，你哋戀愛運最強嘅地方，可能就會係一啲同慈善活動、寵物、表演、展覽，又或者係同工作有關嘅地方。所以大家不妨多啲去呢啲地方碰碰運氣啦。事業篇。另外喺2026年嘅事業發展上，已經在職嘅巨蟹座朋友喺上半年間就或者會有住唔同新舊嘅合作出現，而喺呢個時段，你哋就需要努力咁去展現出你哋嘅團隊精神。若然想能夠得到更大嘅進步嘅話，喺互動上或者就需要多着力喺聆聽他人嘅意見同埋協調上。過於堅持己見，就或者只會拖垮工作進度。同時喺受到木星逆行喺你哋命宮嘅干擾，你哋嘅情緒就會較為容易受到環境嘅影響，而變得心情欠佳。從而有一啲人就更加可能會因此而減低咗工作效率。而木星逆行其實係想嚟提示住你哋，現階段係一個去改進自我嘅大好時機。所以大家若然想能夠表現得更加出色嘅話，就要好好把握1至3月嘅時間嚟到多作自我嘅檢討同埋改進。而去到7至9月，受到水星逆行嘅影響，你哋或者需要特別留意文書往來、運輸、通訊、文儀器材，又或者係同他人溝通嘅時候，會較為容易出現錯漏嘅現象。尤其是係一啲新接手嘅工作項目，呢個時候你哋必須要更加謹慎同埋細心咁去檢視每項細節，你哋先能夠減少麻煩事嘅出現。而至於正喺度待業嘅你，就或者要多啲把握喺上半年木星仍然留喺你哋命宮嘅時間，因為木星係具有吉祥同埋好運嘅能量，而再配合上你哋嘅努力同埋嘗試，機會就或者會隨即出現。而對於一啲正係想揾同醫護、金融、保險、教育，又或者係同法律有關行業嘅人士嚟講，機會就可能已經係不遠處啦。財運篇。而至於喺財務方面，喺1至3月期間，同伴侶或者係合夥人嘅金錢往來可能會較多。當中更加有機會會出現一啲較為破格嘅安排同埋合作方式，而同時由於受到冥王星嘅驅動，有一啲人嘅合作就可能會因為意見不合而有住唔再合作，又或者係拖拉嘅現象。當中你哋就可能需要有住進一步嘅檢討需要。而去到4至6月，受到眾星嘅支持，有一啲人或者會有住薪金提升嘅機會。又或者係因為較早之前嘅努力付出而能夠得到額外嘅獎賞。財運嘅多少就真係視乎你哋有幾多積極嘅付出過啦。而去到下半年喺7月嘅時候，具有擴張力嘅木星就正好會嚟到你哋嘅正財宮，預示住你哋嘅財運或者會有住急升嘅機會，同時亦都提示住你哋，若然想能夠有住更多嘅收入嘅話，就要試下主動出擊。不過喺7至9月期間，亦都並唔係一個去開創嘅好時機。相反嚟講，就需要先學會去搜集資料、觀察現況，務實咁去規劃以及計算一下自己嘅能力同埋實際嘅資源有幾多。特別係需要去檢討自身嘅債務情況，大家千祈唔好忽視自己嘅承擔力。喺檢討過後，先好去作出行動啦。總括而言，喺呢一個2026年，你哋可能會體驗到獨特並且具有變化嘅一啲經歷，需要你哋從中去學會自我反思同埋改進。尤其是係喺1至3月同埋6至9月期間，可能更加適合做一啲唔同嘅檢討同埋回顧。事
獅子座事業篇。從2026年初嘅星象嚟睇，象徵日常事務、健康同埋工作嘅第六宮就會被務實而且有理性嘅能量所包圍。除咗代表住有一啲獅子座嘅朋友嘅工作量可能會有突然急升嘅機會之外，亦都可能會令到你哋更重視紀律、結構、責任同埋效率。因而喺1至3月已經在職嘅獅子座朋友，縱然係接到一啲較為棘手又或者係新嘅工作項目，亦都能夠有板有眼咁一一處理好。而值得留意嘅就係，有一啲人或者可能會過於盡職，而忽略咗照顧自己嘅身體，從而就有機會會出現過勞或者係壓力爆煲嘅現象。大家勤奮工作之餘，或者亦都需要學會喺工作同埋生活當中揾到個平衡點。要能夠做到身心平衡，亦都係呢段時間嘅人生課題。而去到4至6月，有一啲人就可能需要去接觸同法律、海外事務、培訓，又或者係演講等等有關嘅事宜。如果需要喺呢個時候同他人簽訂合約，你哋就最重要多啲仔細去檢視文件當中嘅一啲細節。木星嘅探究電波就可能會能夠令到你哋去發掘出對你哋不利嘅事項。而同時，大家若然想轉換新工作嘅話，亦都可以試下借助呢個時段嘅衝勁同埋豐盛嘅能量，多作新嘅嘗試，同埋勇於表達自己，新嘅機會就可能會隨即而嚟㗎啦。除此之外，去到7月份，木星就會嚟到你哋嘅命宮，為你哋帶嚟強大嘅喜慶能量嘅同時，亦都象徵住喺下半年間，你哋嘅人生即將迎嚟不一樣嘅變動。有一啲人可能會勇氣大增，而去另闢新天地，例如係話會追求理想，而去轉換職業跑道，試下創業，又或者揾一啲副業嚟到增加收入，甚至係作一啲新嘅投資，或者係計劃移民等等。人生就似乎充滿住無限嘅可能啦。愛情篇。而另外喺情感上已經有伴侶嘅獅子座朋友，喺1至3月期間，某一啲舊記憶或者係事件就好有機會被喚醒，從而或者會干擾到你哋嘅心情同埋情緒。再加上土星正好係留待住喺你哋象徵偏財、借貸、慾望、獎賞，又或者係同金錢分配有關嘅第8宮，因而你哋兩個可能會較為容易出現意見不合嘅事件，而當中就或者會同以上領域有關嘅。而喺呢個階段，其實你哋或者係需要去釐清界線，同埋將金錢議題同埋情感分割清楚，否則喺日後就可能會容易出現更多嘅糾纏。而至於仍然係單身嘅你，就可能需要好好把握年初嘅時段，因為喺2月所出現嘅水瓶座一環食，係正好嚟到掌管合作同埋親密關係嘅第7宮，預示住喺未來嘅3至6個月，或者能夠促進住你哋去發展一啲具有破格特質嘅關係，例如係話發展海外情緣，具有年齡差別，又或者係同一啲生活完全同你唔同嘅人發生情感嘅機會就偏高啦。而去到下半年，受到木星嘅推動，並且有住強大嘅能量走進到你哋掌管學習、智慧、海外旅遊同埋同合作有關嘅第9宮，意味咗喺呢個時候，你哋或者會傾向於將心神放喺擴展視野之上，因而有一啲情侶就可能會結伴到處遊覽，又或者剛好係相反，有一啲獅子座嘅朋友可能會因為忙於去學習新嘅知識、參與培訓、需要公幹，又或者係喺網絡上吸取唔同嘅新資訊等等，而令到喺放工之後總係會同伴侶有住各自各嘅精彩。而值得關注嘅就係逆行嘅冥王星就會喺8至10月被大大激活，就係提示住你哋喺呢個時段，你哋同伴侶之間嘅關係或者會存在住權力鬥爭同埋操縱嘅問題，
從而或者會經歷一啲激烈並且具有對抗同埋變革性嘅事件。若然大家想能夠抵禦冥王星嘅破壞力嘅話，你哋就要學會去了解他人同埋自身真正嘅需要，喺當中作出取捨同埋協調，關係先至能夠得以維持穩定㗎。財運篇。另外喺金錢方面，喺1至3月，你哋嘅偏財宮嘅能量就似乎較強，除咗代表住喺財務上或者會有小驚喜之外，亦都係會牽扯出一啲同身邊人嘅金錢瓜葛問題，因而建議住大家盡量就唔好喺唔清唔楚嘅情況之下同其他人有住商業合作，又或者同親近嘅人有住太多嘅金錢往來。喺呢個時段，大家適宜多作財務重整同埋規劃，為日後嘅財務穩定打下堅實嘅基礎。而另外喺呢個年初，就可能會有住多勞多得嘅氣場包圍住你哋，意味咗大家若然想能夠喺新一年獲得更豐盛嘅收穫嘅話，就要學會去實事求是咁努力工作，千祈唔好試圖以高風險嘅投資嚟到增進財富，因為喺上半年木星仍然係會留待喺你哋嘅隱密宮，好處嘅就係會幫助你哋去發掘出真相。但係相反，壞處就係可能會激活起潛在嘅敵人，又或者係小人嘅注意，從而有機會會對你哋有處進一步不軌嘅企圖，象徵咗遇上阻力，又或者係被騙嘅機會甚高。而去到下半年間，有住2個特別月相嘅支持，只要你哋學會有計劃，一步一步咁去開創新嘅路向嘅話，財運就或者會漸漸能夠穩步提升。最後，今年大家要特別留意嘅係1至3月、7至8月同埋10至11月呢段時間，可能會有住較多嘅波動。想發圍，亦都要先學會好好控制住情緒，培養戰略思維，以及學會以冷靜嘅態度嚟到應對挑戰。並且凡事亦都適宜多作自我嘅檢討，同埋明瞭整體嘅一啲環境實況。因為咁先能夠幫助你通往成功之路。處女座。愛情篇。喺呢一個2026年初，火星、水星、太陽同埋金星嘅能量，亦都係圍繞住掌管情愛、懷孕、寵物、娛樂同埋同藝術創作有關嘅第5宮，推動住你哋去追求更多嘅快樂之餘，對於已經有伴侶嘅處女座嚟講，亦都會係好好嘅助力。再加上有住海王星喺你哋嘅伴侶宮嘅支持，喺1至3月期間，你哋同伴侶之間嘅一啲互動可能會增多。建議住喺呢個時候，試試去精心規劃一啲娛樂活動嚟到增進彼此嘅情感，令到情感有住提升。而至於仍然係單身嘅處女座朋友，喺上半年嘅戀愛運雖然係平平，但係亦都不妨好好運用呢個時段，多啲參與社交活動，積極去拓展生活嘅圈子。當中除咗能夠為自己增進歡樂之外，有一啲人或者能夠受到木星逆行嘅牽引，能夠再次重遇某位舊朋友，懷舊嘅情懷就滿滿啦。而去到4至6月，有一啲情侶喺關係當中就可能會有住唔同嘅金錢往來，又或者係會同雙方家人嘅關係出現錯綜複雜嘅問題，而當中你哋就需要有定心理準備，會有機會去接觸到一啲較為另類，又或者甚至具有反叛特質嘅意見。大家不妨試試從更廣闊嘅角度去拓展視野，同埋試下從唔同嘅爭議當中體驗愛嘅真諦。而去到下半年，尤其是係喺8月之後，受到雙魚座月食嘅刺激所推動，
喺接住落嚟嘅大半年，你哋或者會更為渴望能夠得到愛嘅滋潤、尊重同埋認可。如果你哋想能夠同伴侶建立更深刻嘅情感嘅話，你哋就可能需要試下以更柔和同埋具有包容性咁嚟相處一下。遇上唔協調嘅時候，或者可以先聆聽一下對方嘅想法同埋需要，然後坦誠咁去講出你嘅意願，並且喺意見當中試下取得共識。呢一個亦都係你哋今年重要嘅課題之一。事業篇。另外喺事業發展上，在職嘅處女座朋友喺年初受到多火星嘅能量所支持，喺上半年間工作運就或者會顯得較為高企，尤其是喺一啲從事娛樂、藝術創作、幼兒教育、客戶服務，又或者係同銷售有關等等行業嘅人嚟講，可能會有住唔錯嘅發展機會。所以大家不妨好好把握時機，試住多啲同客戶再次聯繫，你哋或者能夠從中得到更多實在嘅最新資訊，同時亦都可能得到一啲新嘅生意往來添。而另外值得你哋關注嘅就會係喺1至3月受到天王星嘅干擾，你哋需要特別留神喺文件嘅往來、合約嘅簽訂，又或者係作出任何承諾之前，亦都適宜多作分析同埋檢討。衝動行事或者會為你哋日後引嚟一啲爭議，又或者係麻煩。而至於正喺度待業嘅你，就或者可以喺3月之後多主動出擊去爭取新嘅工作機會，因為嗰陣時出現嘅超級滿月就正好係嚟到你哋嘅命宮，能夠大大咁激活起你哋個人嘅運勢，並且可能都代表住變動力會較強，新嘅機會就似乎已經離你哋不遠啦。而去到下半年，天王星就更加會全力咁去幫助你哋各人去突破界限。喺在職嘅處女座朋友嚟講，就可能要有定心理準備去迎接一啲前所未有嘅工作挑戰。同時喺受到木星嘅推動，喺人生嘅道路當中，就更加可能會出現一啲唔同嘅阻力。你哋係需要學會按捺住情緒，並且要以有規劃同埋謀略嚟到拆開種種嘅困難。當你哋努力去作出唔同嘅新嘗試之後，你哋嘅視野可能亦都會被打開，事業嘅發展亦都可能喺不知不覺之間有所提升。財運篇。而喺財運方面，喺年初被謹慎嘅能量覆蓋住你哋掌管歡樂嘅第5宮，因而雖然或者會有住較多因為享樂、嗜好、社交、子女、寵物，又或者係同飾品有關嘅消費出現，同時有一啲人就或者會喺之前嘅付出努力之後而得到一啲額外嘅獎賞。而另外有一啲人則或者會因為追求理想而有住較大嘅開支。當中值得注意嘅就係，由於木星正係處於逆行狀態，並且正好係觸動住你哋掌管理想同埋人脈嘅第11宮，因此佢嘅逆行能量就或者會為你哋引嚟一啲阻力。預示住有機會可能會因為他人又或者係對現實嘅一啲誤判而需要去支付一啲額外嘅費用，先能夠繼續前行。而此外，最具挑戰性嘅時刻就或者會係喺4至6月期間，因為嗰陣時太陽、火星、水星、土星、海王星以及新月亦都係帶有白羊座嘅衝勁能量嚟到你哋掌管共享資源、遺產、債務、合資生意、稅務同埋同危機有關嘅第8宮，驅動住你哋無所畏懼咁去追求同埋提升自我，並且更加可能意味住喺財務上嘅失控現象會有機會因為冇財務嘅規劃而引嚟困惑，甚至係危機。所以今年大家喺財務上就需要多學會取捨，盡量去減省一啲不必要嘅開支，同時亦都要試下從唔同嘅角度去看待事物，同埋量力而為啦。總括而言，新一年新氣象，同時你哋亦都適宜去吸取新嘅知識。宇宙係會陸續將唔同嘅新概念
同埋想法，直接嚟到衝擊住你哋嘅三觀。所以你哋係時候要踏出舒適區啦。當中最需要留意嘅月份就係3至4月、7至9月，係一個好適合你哋去多作回顧、檢討、重組同埋改進嘅時期。天秤座，事業篇。首先喺2026年初，家庭事務同埋工作發展可能會被突顯，再加上有住一個充滿關愛能量嘅巨蟹座滿月，就會嚟到你哋掌管職業、公眾形象、個人成就以及同名譽有關嘅第10宮。除咗可能會激活起家事之外，亦都或者會有助於一啲從事醫療、護理、保健、培訓、教育或者同社會工作等有關嘅領域嘅天秤座朋友，能夠有住出色嘅表現。而有啲人甚至可能會因為過往嘅出色表現而獲得讚許同埋認同。因此，如果你係喺度待業同埋想揾以上相關行業嘅話，就要把握時機，努力去寄出多啲求職信啦。而在職嘅天秤座朋友，由於喺1至3月期間受到逆行木星嘅干擾，工作就或者會容易因為一啲外來嘅因素而受到阻礙，而喺工作量上亦可能都會有顯著增多嘅傾向。同時，一啲舊有未做好嘅工作，亦都有機會捲土重來，極為需要你哋重新以謹慎嘅態度嚟到處理。另外，有一啲人就或者可能會遇上一啲較為難纏嘅同事或者係客戶，令到你哋需要重複又重複咁去作出修正。而值得注意嘅就係，你哋要學會保持心境平靜，千祈就唔好輕易俾他人所激怒，否則嘅話，可能就會將問題越搞越複雜。而去到4月至6月期間，事業運已經漸漸回復平穩，並且會有住大量嘅歡樂能量，係走進你哋象徵合作同埋親密關係嘅第7宮，大大咁提升咗你哋嘅貴人運嘅同時，亦都可能會刺激起你哋同其他人合作嘅機會。而喺呢個時候，群策群力就或者能夠幫助你哋得到更好嘅成果。而去到下半年，人際脈絡亦都係好重要，因為喺7月嘅時候，木星就會嚟到你哋嘅人際宮，激活起你哋嘅社交活動，因而有一啲人就或者會喺呢段時間需要去聯絡唔同層面嘅人，同時亦都可能有住到海外公幹嘅機會，眼界就似乎正逐漸被打開啦。愛情篇。另外喺1月嘅時候，太陽、火星、水星、金星同埋新月，亦都一齊嚟到你哋代表家庭、親人、居所同埋同情緒有關嘅第4宮，意味住喺年初嘅期間，一啲同家有關嘅事項就可能會被突顯出嚟，尤其是係一啲已經有伴侶嘅天秤座朋友，就或者有機會需要同對方嘅家人有住緊密嘅互動，又或者係中意同伴侶留喺屋企享受更多嘅家庭樂等等。同時，你哋亦都可以預期能夠有住一個又溫馨又務實嘅歡樂時光。而另外喺2至6月期間，受到水瓶座日環食嘅牽動，你哋兩個嘅互動可能會產生住一啲變化。有一啲人就可能會因為某一啲嗜好，醉心於藝術創作、照顧寵物，又或者係同一啲子女有關嘅事宜，而有住較多獨立或者甚至係短淺嘅一啲相處模式。而另外，仍然係單身嘅你，喺上半年，你哋對情愛就可能會更具野心，會容易遇上一啲具有叛逆性，又或者係非傳統嘅關係，出現碎桃花嘅機會就較高啦。而喺戀愛運較強嘅地方，可能就大多係圍繞工作、戶外活動
又或者係從唔同嘅合作上出現。而去到下半年，木星就會嚟到為你哋打開人際之門，增進住你哋去同他人認識嘅機會。所以若然大家想盡快脫離單身嘅行列嘅話，今年似乎就一定要多啲向外擴展，尤其是係喺7至9月，象徵住旅遊、海外文化同埋網絡嘅第9宮就會俾火星同埋天王星所激活，並且有住土星同埋海王星喺你哋掌管親密關係嘅第7宮逆行，就或者會將一啲舊朋友、舊情人同埋一啲曾經同你有過曖昧關係嘅人翻到去你面前。喺再度重遇嘅機會之下，大家就不妨好好多作重新審視，有啲人或者能夠有再續前緣嘅機會㗎。財運篇，而喺財運方面，喺呢一個2026年初，一啲同家有關嘅人同事就或者需要你哋協助，並且可能需要用錢嚟到解決一啲問題。同時，由於具有突變能量嘅天王星就會被陸續激活，並且又正好係坐落喺你哋掌管借貸、共有資源、保險、承繼，又或者係同他人有金錢來往嘅第8宮，就意味住喺以上嘅領域上，或者會出現一啲突發嘅事件，以及或者會有需要去打破一啲常規同埋現狀，先能夠順利度過。而去到下半年，財運就似乎好壞參半，因為或者會有突然能夠有意外之財嘅幸運，但係相反，有一啲人就可能會因為理財不善而出現一啲周轉不靈，又或者係出現現金嘅損失。所以大家喺呢一個2026年要多啲用心去管理一下自己嘅財務，並且要時刻留意繳付賬單嘅日期，避免因為過期而需要多俾罰款。最後，大家若然想能夠有一個更美好嘅新一年嘅話，就千祈唔好驚喺人生路上出現任何嘅變動，相反就要好好把握時機。只要你哋勇於嘗試同埋接受新事物，你或者能夠開創到一個更精彩嘅人生路㗎。天蠍座，事業篇。首先喺事業方面，在職嘅天蠍座朋友喺1至3月就或者需要特別留意人與人之間嘅關係發展，因為呢個時候留待喺你哋掌管合作同埋親密關係嘅第7宮當中嘅天王星能量就可能會不斷受到衝擊。並且土星又會喺2月匆匆走進你哋嘅工作宮，喺兩者能量嘅圍繞之下，碰上意想不到嘅一啲阻力嘅機會就可能會大增。同時亦都意味住，若然需要解決問題，就或者要同唔同層面嘅人多作溝通，因此你哋就可能會較為容易出現複雜嘅人同事。而對於駕馭一啲複雜局面嘅最佳方式，就係要多以清晰嘅溝通以及相互尊重嚟到聯手去將工作好好完成。而去到4至6月，太陽、火星、海王星同埋新月亦都會嚟到全力支持你哋去前速前進，並且或者會令到你哋傾向於去追求更高嘅成就。同時喺呢個階段，除咗工作效率會顯著有所增強之外，創造力同埋戰鬥力亦都會大大被激活。如果你哋係從事設計、演藝、商務、紀律部隊或者係行政人員嘅話，獲得新任務又或者係發揮機會就較多。另外喺7月，具有擴展能量嘅木星就會嚟到你哋嘅事業宮，佢嘅能量就更加可能會帶俾你哋更上一層樓嘅機會。不過喺過程裏面就或者會為你哋引嚟一啲重大嘅考驗。
而正喺度待業嘅你，喺年初就有機會出現一啲工作係未如你理想，咁樣大家或者可以好好運用今年最強事業運嘅4月同埋8月嚟到主動一啲，去揾一啲更具發展潛力嘅工作。愛情篇。另外喺情感上已經有伴侶嘅你，喺新一年就或者能夠預期會有住唔錯嘅歡樂時光。首先喺上半年受到眾星嘅支持，同伴侶間嘅溝通同埋互動就有機會增多。而大家若然想能夠增進情感，喺呢段時間就或者要好好展現出非一般嘅耐性同埋包容之心。每當同伴侶有住唔同嘅觀點嘅時候，你哋適宜耐心咁去聆聽一下伴侶嘅需求、價值觀同埋觀點，盡量要學會去壓制住自己嘅情緒，同埋要試住去迴避一啲即時嘅衝突，因為只有學會放緩急速嘅步伐，你哋先能夠有助去緩解緊張嘅關係。而去到下半年，你哋嘅情感關係或者會容易涉及一啲同金錢有關嘅事宜，例如係話你哋可能喺呢個時候聯合去開一啲儲蓄戶口，計劃合資做生意、借錢俾對方、更新保單，甚至係合資去租或者係去買樓等等。喺理想嘅情況之下，你哋嘅關係就可能會變得更為親密，並且能夠幫助你哋去建立更深厚嘅信任同埋聯繫。而另外喺9至12月嘅年尾時分，受到巨甜蜜電波嘅雙魚座月食所牽動，你哋心中嘅愛火就可能會燃燒得更為劇烈，同時你哋嘅浪漫天性亦都會被激活。有一啲人或者會中意去製造唔同嘅驚喜嚟到提高戀愛嘅溫度。與此同時，如果你哋係有生育計劃嘅話，喺呢段充滿激情同埋創造力嘅時段，或者亦都會係一個去孕育新生命嘅大好時機。而至於仍然係單身嘅你，喺上半年似乎就更加會中意有住自由自在嘅生活，對於情感嘅追求可能唔係太活躍，但係似乎仍然都會有住唔少嘅碎桃花出現。而由於現階段你哋會想去擺脫任何嘅束縛，因此有一啲人喺遇上唔係咁適合嘅人嘅時候，就或者會選擇果斷結束。喺新一年，你哋嘅戀愛發展或者會略顯戲劇性。財運篇。除此之外，喺呢一個2026年，喺理財方面，你哋就可能需要保持多啲嘅靈活性，因為今年或者會出現一啲突如其來嘅事件，而影響到你哋嘅財務穩定。尤其是係從4月開始，天王星就會即將走到你哋掌管偏財、共同財富、遺產、生意、禁忌、債務或者同唔同嘅財務糾紛有關嘅第8宮，隨即就可能會來勢洶洶咁嚟到干擾住你哋嘅財富，當中更加可能會有驚亦有喜，有一啲人或者能夠突然得到一啲意外之財、中獎，又或者能夠增進咗不少嘅收入渠道等等。但係由於天王星係會增強咗你哋嘅好奇心同埋勇氣，有一啲人一直都好想擺脫過去，同埋唔想受到束縛，就或者會期望能夠透過唔同嘅投機或者係冒險嚟到增進財富。如果你哋今年做事過於衝動嘅話，喺呢股能量嘅干擾當中，就或者會令到你哋有得不償失嘅結果，財富或者收入可能會受到打擊。因此，今年你哋嘅進財之道就係要學會靈活變通，並且就唔適宜將所有財富放喺一個籃當中，以分散投資嘅方式嚟到降低風險，可能會比較適合。整體而言，今年對你哋嚟講係一個去為新人生路作準備嘅一年。只要你哋願意去學習更多嘅新知識，以及抱有開闊嘅心去同他人作聯繫，除咗機會處處之外，戀愛運亦都或者會有所增長。而當中大家就要好好把握4至6月、7至8月同埋10月，因為變化嘅能量或者能夠幫助你哋開創更多嘅不可能。
射手座財運篇。喺呢一個新一年年初，會係為你哋奠定新基礎嘅理想時機，因為屆時水星、太陽、金星、火星以及新月，亦都會齊集喺你哋掌管財富同埋同自身價值有關嘅第二宮，當中就可能會激活起你哋嘅財運，但同時亦都可能會帶俾你哋可以改變人生嘅新機會。因此，你哋就或者要好好把握1至3月，去到多啲為未來籌劃一番，尤其是係喺理財方面，要試住去反思過去嘅人生軌跡，並且要學會從中吸取經驗，同時亦都適宜喺呢個階段好好去將一啲舊賬釐清，同埋捨棄嗰啲唔再對你有助益嘅嘢，好讓新嘅契機嚟臨嘅時候，你哋先能夠有實力去掌握。而另外喺上半年，由於木星嘅能量係帶有情緒化，並且具有不穩定嘅擴張力，並且正好有觸動住你哋掌管共享資源、親密關係、商業交易、偏財、黑暗面同埋同慾望有關嘅第8宮。除咗象徵住喺以上領域嘅事件會被凸顯之外，亦都代表咗你哋隱藏內在嘅慾望可能會被喚醒，從而有一啲人就或者會較難被滿足，無論係喺情感或者係物質上。因此，你哋就可能需要好好去學會木星所給予你哋嘅課題，就係要多反思自身真正嘅需要，然後先好去投放資源或者係心力，專心咁去發展所選定嘅路向，先會有住更豐盛嘅收穫㗎。而去到下半年，花費就或者會較多落喺吃喝玩樂當中，有一啲人或者會喺7至9月有住到海外旅遊嘅機會，同時就算唔出外，亦都可能會透過網絡平台嚟到購物，容易有住不同嘅開支出現。而此外，有一啲人就可能會將金錢放喺提升自我嘅價值上面，例如係話報讀新課程嚟到增長知識、增添衣物，又或者係首飾嚟到提升個人形象。不過大家就盡量要避開10至11月，因為呢個時候代表住愛同埋美嘅金星就正處於逆行狀態，傳統上係唔適宜進行任何嘅美容或者係改變形態嘅活動。事業篇。而喺事業方面，在職嘅射手座朋友或者會發現喺今年年初喺日常嘅工作當中就會有住唔同嘅阻力出現，總係越急就好似越出問題，因為呢個時候逆行喺你哋工作宮嘅天王星就會被喚醒，反覆無常嘅電波就或者會給予你哋唔同嘅小考驗，而抵抗呢啲能量嘅秘訣就係先要保持冷靜，同埋多觀察環境嘅變化，並且要盡量選擇一啲穩健嘅方式嚟到處理問題。呢個階段唔適宜去嘗試高風險嘅行徑，同時對於一啲流言蜚語，亦都唔適宜有住過於敏感嘅反應。相反，就要學會沉住氣，同埋保持理性。喺審視過事件嘅來龍去脈之後，先好去作出表態為佳。有一啲人或者能夠喺呢啲考驗當中，因為表現優秀而最終能夠獲得他人同埋上司嘅一啲認同同埋欣賞。所以或者你哋可以視挫折為機會啦。而去到3至9月，喺受到處女座喺你哋事業宮嘅刺激，有一啲人就可能會需要去完成某個重要嘅工作項目，而喺呢個工作嘅交接期當中，日食嘅強大能量就或者會推動住你哋去以更有規劃同埋秩序去完成手上嘅工作。而去到年尾嘅時間，天王星、金星同埋水星亦都會陸續進入逆行狀態，並且正好係觸動住你哋嘅隱密宮同埋合作宮，提示住你哋喺呢個時候嘅合作就或者容易出現唔協調。你哋或者更加需要多啲去理解清楚每個人嘅工作範圍同埋責任，
喺相互多溝通同埋協商之後，就能夠避免出現不必要嘅誤會同埋錯漏。而一啲正喺度待業嘅射手座朋友，除咗可以喺空閒嘅時間當中學習知識嚟到提升競爭力之外，亦同時可以好好善用3至9月呢段時間，多啲積極咁去主動揾新嘅機會。愛情篇。另外喺情感方面，已經有伴侶嘅你喺1至3月，金星、冥王星、太陽、水星、火星同埋新月都到嚟，推動住你哋去關注財富之外，亦都積極咁去驅動住大家要去同鄰里、兄弟姊妹或者係家人有處較多嘅聯繫。而當中提升甜蜜度嘅小秘訣，就係喺呢個時候，大家或者可以試試透過一啲溫馨又刺激嘅活動嚟增強情感，例如係話同伴侶去一啲短線嘅旅行、戶外遊覽、欣賞展覽會，又或者係參與唔同嘅社交活動，令到關係充滿更多嘅新鮮感，或者係話題，從而嚟到提升情感。而去到4至6月，你哋嘅情感就可能會更見奔放，並且或者會積極向外去尋求伴侶或者係他人嘅一啲支持同埋認同。而喺呢個時段，大家就要小心自己嘅言行，因為過於急進或者係自我嘅話，就有機會容易引起伴侶嘅不滿。而去到下半年，你哋同伴侶嘅關係當中，就更加會有機會涉及一啲同利益同埋金錢有關嘅議題。而當中受到木星喺即將由巨蟹座走進獅子座嘅能量轉換所啟示，你哋或者需要去學會保護自己嘅權利，同埋去認清自身嘅能力，並且要喺其他人對你施加過度需求嘅時候，要學識拒絕，因為咁先能夠避免出現過度被消耗嘅情況。而至於仍然係單身嘅你，喺上半年，你哋或者需要先多提升自我，因為喺眾星能量嘅驅動，你哋對愛情可能就會較為着重對方嘅現實條件，但係喺呢個時候，戀愛運就可能暫時未見高企，而相反就更加可能會為你哋引嚟一啲較為不切實際嘅對象。而去到年尾時分，一啲舊人舊事或者有機會回歸，大家不妨多作觀察同埋多了解近況，先再去投放情感啦。最後，大家今年就要謹記，人生除咗要多啲增進財富之外，個人嘅價值同埋身體健康亦都係極為重要。所以喺追求更進一步嘅同時，你哋亦都要學會停止過度消耗身同心嘅一啲能量，因為咁先能夠令到你哋可以持續咁去拼搏。摩羯座事業篇。喺今個新年年初，最好運勢嘅星座就莫過於係摩羯座啦，因為有住火星、水星、太陽、金星同埋新月嚟到你哋嘅命宮鼎力支持，能量就似乎滿滿啦。對於在職嘅摩羯座朋友嚟講，除咗係預示住呢個時候你哋嘅一舉一動亦都能夠受到他人嘅關注之外，你哋嘅社交能力同埋工作效率亦都會被大大提高。同時，一啲喺較早之前遇上問題嘅工作，更加或者能夠有住新嘅轉機出現。而此外，喺1至3月，新嘅工作項目同埋責任亦都可能會隨即而嚟臨。當中你哋最需要留意嘅係喺人際關係嘅建立上，喺同他人合作或者係共事嘅時候，要多保持謙遜同埋尊重他人嘅意見，並且最好能夠做到凡事以大局為重。而另外喺如此高運勢嘅期間，正想揾新工嘅你就唔適宜怠慢啦，大家需要多加緊步伐，
因為呢個時段所出現嘅水瓶座日環食，正好係嚟到你哋嘅財富宮，就能夠有助你哋去揾到更具潛力同埋爭取到更高嘅薪酬。隨後去到4至6月期間，內在嘅爆發力同埋創造力就或者會同時被點亮。對於從事具競爭性工作嘅人嚟講，喺呢個時段若然能夠按捺到情緒嘅話，並且懂得以堅毅不屈嘅態度嚟到處事，萬事亦都會能夠化險為夷。而此外，喺年終過後，瑣碎嘅事務就或者會增多，並且會係你哋去擴張勢力或者係權力嘅好時機。因此，如果大家想有更多收入，又或者係提升被讚許嘅機會，就要勇於多作新嘗試，又或者係試住去另闢新嘅賺錢渠道。吉星木星係會到嚟大力支持你哋，同埋給予你哋更多發揮嘅機會。財運篇，同時亦因為木星嘅協助，喺新嘅一年嘅財運上，亦都會有住顯著嘅提升。首先喺上半年，有住超級新月走進你哋嘅正財宮，除咗預示住或者會為你哋打開一啲嶄新嘅賺錢渠道，有機會獲得突如其來嘅獎賞，又或者係能夠從全新嘅方向進發去到提升個人嘅價值等等，有住步步高升嘅寓意。不過，如果想能夠有好收穫嘅話，就可能需要大家先受到一啲財務上嘅考驗，因為喺唔同嘅星象帶動之下，今年你哋嘅金錢狀態就或者會顯得漂浮不定。有一啲人更加或者有機會會受到冥王星嘅破壞力所刺激，雖然有意外之財，但係亦都可能會出現嚟得快去得快嘅現象，從而或者容易喺流動資金上出現波動同埋斷裂。而保持財運亨通嘅秘訣，就係要記緊喺年初試下去重新審視自己嘅財務同埋進行規劃，越早檢視同埋展開理財方案，就可以越早能夠得益。而去到7月，吉星木星就會嚟到你哋掌管物欲、借貸、投機、保險、商貿、獎品，又或者同他人錢財有關嘅第8宮。意味咗喺異常領域上，或者會有住較大嘅得着之外，同時亦都要小心受到木星嘅擴張力所影響，意味咗財務狀況或者唔可能永遠都維持平穩，因為人生就可能會因為唔同嘅經歷而發生一啲變化，例如係話病啊、失業、升職、收到贈與、承繼等等。所以大家就切勿過於樂觀，而忽略咗自身嘅能力，又或者係要考量一下自己長遠嘅承擔力，學會儲備一啲備用錢，更加能夠有助你哋去化解唔少嘅危機。而由於冥王星正係振興住你哋嘅正財宮，並且全力咁去賦予你哋非凡嘅創造力，同時亦都嚟到提醒住你，若然想能夠提升財務狀況，最佳嘅方式就係要試試以分散嘅方式嚟到作多樣化嘅發展，咁樣先能夠讓你哋喺日後能夠有住更多嘅收益。愛情篇，另外喺情感上，單身嘅摩羯座朋友就要好好把握上半年嘅時間，尤其是就喺年初。你哋嘅桃花運同埋魅力可能會俾金星同埋火星嘅結合，從而急速飆升。再加上有住逆行天王星嘅推動，一啲舊情人、舊朋友或者係曾經同你有過曖昧關係嘅對象，亦都可能會突然間出現，舊情復熾嘅機會甚高。不過由於木星正好喺年初係喺你哋掌管合作同埋親密關係嘅第7宮逆行，就提醒住你哋喺想選擇復合之前，就適宜多啲觀察對方嘅現況，唔適宜再停留喺昔日嘅想象裏面。同時亦都要問問自己，係咪真係能夠真正放下過去，而重新再出發？而已經有伴侶嘅你，同樣能夠受到眾星嘅眷顧，
喺1至3月期間，或者能夠同伴侶一齊去回顧戀愛嘅甜蜜時光，同時亦都可能會成日分享昔日嘅舊記憶同埋趣事，情感亦都可能會因為一啲短線嘅旅遊、送下禮物、送下花而有處提升。而去到年終時分，有一啲情侶就或者會漸漸傾向於去共同籌劃同未來有關嘅事項，一啲同家族、居所又或者係生活有關嘅事可能會被凸顯。除此之外，你哋同伴侶之間嘅金錢或者係利益分配事宜，亦都會有所增多。而大家若然想能夠順利咁共同去編織未來嘅人生藍圖嘅話，就要謹記一切嘅利益同埋喺運用資金上，亦都適宜多作長遠嘅規劃，還是唔適宜過於短視，又或者係過於利己。最後，今年大家要謹記，好好去善用1至2月、4至6月同埋8月呢啲時間，係你哋能量最為高企嘅時刻，要好好利用嚟到做一啲回顧同埋檢討，並且要學會將一啲冇用嘅嘢去作出取捨，以務實同埋有規劃嘅方式嚟到實踐新計劃，咁樣先能夠為你哋日後能夠帶嚟更豐盛嘅人生奠定良好嘅基礎。水瓶座愛情篇，喺呢一個2026年嘅1至3月，會係各個水瓶座嘅朋友去進行除舊迎新嘅大好時機。唔單止係在於清理家居，同時亦都係指喺心靈上、情緒以及喺身體上。因為喺呢個階段，眾星嘅能量大多係停留喺你哋象徵隱密、黑暗面、小人、隱疾以及同內在恐懼有關嘅第12宮，並且會受到逆行天王星嘅衝擊，而將一啲舊記憶或者係舊問題一一再次被翻開。所以已經有伴侶嘅水瓶座朋友，或者極為會渴望能夠得到伴侶嘅支持同埋關心，想能夠有一個能夠依靠嘅避風港。但係喺具有重生能量嘅冥王星所指引之下，其實喺情感路上，或者亦都係有需要去作一啲改變同埋改進。喺呢個時候，大家不妨先多作內在嘅自我反思，同埋了解自己真正嘅想法，因為呢個時候係冷暖自知嘅階段。而去到4至6月，你哋嘅情感就或者會因為一啲同旅行、宗教、學習又或者同異國文化有關嘅事宜而有所提升，相互更加能夠有住較多嘅分享同埋互動出現。而去到下半年，有住木星進入你哋親密宮嘅推動，你哋喺關係當中嘅地位同埋操控權可能會被激活，無形之中就更加會令到你哋變得更為主動同埋強勢。所以若然大家想能夠保持關係嘅和諧發展嘅話，就要學會借助天王星進入雙子座嘅靈活能量。喺同伴侶相處嘅時候，要多抱有包容之心，同埋嘗試注入多元化嘅色彩。例如係話一齊去做一啲唔係成日做嘅活動，可能係戶外遊覽、到主題公園，滋潤一下你哋嘅童心。又或者係為對方製造一啲小驚喜等等，就能夠預期有住一個更精彩繽紛嘅新一年啦。而至於仍然係單身嘅你，今年就極為有機會脫單。不過值得留意嘅就係，有一啲情感可能只係嚟得快去得快，而喺上半年戀愛運可能會係來自於舊有嘅朋友，又或者係喺舊情人當中。有住一啲未了緣嘅出現，而去到下半年，情感就可能會大多圍繞住事業同埋理想嘅範疇當中，所以大家雖然未有對象，仍然就唔好浪費時間喺度等啦，不如就努力向前行，
對嘅人或者會喺不遠處等住你嘅咋。事業篇。另外喺工作方面，在職嘅水瓶座朋友喺1至3月期間，就可能需要去處理較多未解決好嘅事務，咁就似乎係一個去執手尾嘅時期。而大家若然想能夠順利將工作做好嘅話，謹言慎行就係必須㗎喇。同時亦都要學會喺了解實況同埋多作分析過後，狠狠咁就去將某一啲嘅舊程序或者係舊模式去注入新嘅元素，因為喺新科技嘅協助之下，你哋嘅工作效率先能夠有住較大嘅提升。而去到4至6月，或者就會出現較多又急又需要溝通嘅工作，亦為考驗住你哋嘅應變能力。而喺呢個時候，你哋就必須要學會冷靜咁去面對每件突發事件嘅嚟臨，以不慌不忙嘅態度嚟到應對為佳。而去到下半年，木星就會嚟到激活起你哋去同他人合作嘅機會。而值得你哋注意嘅就係，要學會喺合作中先多聆聽他人嘅意見，然後試下縱觀全局嘅變化，先好去提出意見同埋作出評論。咁樣一嚟能夠減少錯誤，亦都能夠展現出你哋嘅實力同埋領導力。而另外喺7至9月期間，如果你哋係從事有關於創作、自由工作者、演藝、金融、寵物，又或者係同幼兒教育有關嘅工作嘅話，發揮機會就可能會特別高，大家適宜好好把握一下。而至於正喺度待業嘅你，嚟到新一年嘅事業方向上，首先就係需要多作全新嘅評估，去刪除一啲唔合時宜嘅理想同埋工作方向，然後向住務實嘅新方向重新邁進。喺年初時分，由於懷舊電波係較強，意味住舊嘅工作機會或者會有回歸嘅可能。同時亦都鼓勵住你哋，或者可以多啲同舊朋友、舊同事，又或者甚至係舊上司聚舊一番，新嘅機會或者會隨即而出現㗎。而去到5至6月，工作運亦都可能會被激活，大家要好好把握呢啲時機啦。財運篇。除此之外，今年你哋嘅財運係屬於調整期，意思係鼓勵住你哋要不時去多加檢視自身嘅財務狀態，時刻亦都要有作出修正嘅需要。而首先喺上半年，由於受到強大嘅除舊電波所驅動，你哋嘅收入同埋支出就可能會受到影響，因為有一啲人或者會因選擇改變舊嘅職業跑道，換新屋，進行大裝修，又或者係為打造一個更美好嘅自己而花費咗唔少錢。而此外，受到3月所出現嘅處女座月全食所支持，有一啲人就可能夠收回一啲舊賬，獲得獎賞，又或者係能夠喺不經意期間就獲得意外嘅收益等等，財務就或者會略顯高高低低。而去到下半年，你哋嘅財路更加可能會有住較多嘅變化機會，而呢個時候其實係一個去開創更多新路向嘅好時機。下半年嘅能量，尤其是係對於一啲自僱人士、從事藝術創作，又或者同投資有關嘅人，係最為有助力，而有用有謀嘅方式嚟到開創更多賺錢嘅渠道啦。總括而言，今年只要你哋能夠學會除舊迎新，並且要勇於去開創新領域，你哋將能夠有住更美好嘅未來。而當中謹記要好好運用1至2月、5月同埋7至9月嚟到多作檢討之後，就適宜去啟動新計劃或者係展開行動㗎啦。雙魚座事業篇。喺呢一個2026年，
重新打造一個社交圈，對你哋嘅事業發展或者會有住特別嘅幫助。尤其是係喺年初，水星率先會嚟到為你哋打開夢想嘅角度，喺之後更加會聯合起太陽同埋火星嘅能量嚟到驅動住你哋去開創一個更廣闊嘅人物。因此，有一啲雙魚座嘅朋友嘅社交生活或者會喺1至3月變得更為頻繁。對於在職嘅雙魚座朋友嚟講，或者就係預示住會有較多應酬或者係出席典禮嘅機會。而從星上嚟講，就鼓勵住大家要多積極參與，因為可能會對你哋未來嘅事業發展好有幫助㗎。而另外，去到4至6月期間，你哋就需要多啲留意喺同他人簽訂合約、承接某個重要嘅項目，又或者係喺開完會之後，亦都適宜多加留意細節，並且最好能夠多啲以文字嚟到確認重要嘅資訊。而此外，你哋係唔適宜喺同一時間去處理過多嘅工作項目，喺當中就要學會以重要同埋時間性嚟到安排工作嘅先後次序，咁先能夠避免出現過期先能夠完成嘅結果。而喺年終嘅時段，你哋嘅創意就或者會被激活，例如從事創作、銷售、美容、寵物，又或者同時尚有關嘅人士就會係特別有助力。喺你哋敏銳嘅觀察力同埋創造天分被點亮嘅情況之下，就或者能夠有住發光發亮嘅機會。所以大家要多積極去展現自我嘅才華。而去到年尾，你哋就可能需要謹記喺工作過程當中，千祈唔好假手於人，凡事亦都適宜親力親為，因為咁樣先能夠避免喺工作當中出現被他人拖累嘅機會。而至於正喺度待業嘅你，今年就適宜以務實嘅方式嚟到追夢，並且要學會與時並進，時刻亦都要留意大環境嘅變動，嚟到修改一下事業嘅方向。同時，若然想能夠加快揾到新工作嘅話，今年成功嘅秘訣就係要試住去表達出你對嗰個行業嘅一啲發展規劃同埋期望，令到他人亦都感覺到你有住無比嘅幹勁同埋十足嘅部署，先能夠提高面試官對你嘅印象㗎。愛情篇。另外喺愛情方面，已經有伴侶嘅雙魚座朋友喺上半年，由於社交活動較多，並且有住逆行天王星同埋木星嘅干擾，一啲舊情人、曾經發生過曖昧關係嘅人，又或者係一啲舊情懷，就會有再度嚟襲嘅可能。而一啲早已經對現有關係唔太滿意嘅雙魚座朋友，亦都可能會容易迷失喺新同舊嘅情感當中。而通過唔同嘅經歷之下，你哋或者要學會去衡量價值，並且喺做選擇或者係決定嘅時候，千祈唔好過於隨性，因為有陣時可能會將真感情搞彎㗎。而此外，去到下半年，眾星嘅能量就似乎會漸漸為你哋引嚟一啲較為具溫馨同埋喜悅嘅時光。如果你哋想生育嘅話，亦都可以好好利用今年嘅下半年時間，你哋或者會有機會能夠迎接到新生命嘅來臨。而去到年尾時分，一啲同家或者係居所有關嘅事情就可能會浮現出嚟，需要你同伴侶共同去處理。而至於仍然係單身嘅你，今年嘅桃花運就似乎唔錯啦。首先喺上半年，喺朋友或者社交嘅流動當中，就能夠好輕易咁結識到一啲新朋友，並且仲有機會出現到唔同嘅短暫情緣。有一啲人更加或者能夠可以再度同舊愛相遇，從而有住舊情復熾嘅機會。愛情路就似乎充滿住無限嘅色彩。而今年你哋若然想能夠揾到一個較為穩定嘅愛情嘅話，你哋就或者需要去多啲相互先了解，唔適宜只係單憑直覺又或者好感而行事，否則就大多可能都只係屬於過眼雲煙嘅情感。財運篇。而喺財運方面，喺1至3月嘅消費就似乎有住顯著增強嘅趨勢。
因為海王星會喺1月尾進入你哋嘅正財宮，佢模糊同埋充滿期望嘅能量，就或者會驅動住你哋去作出衝動嘅消費，而當中有一啲人可能會係為咗追求理想、社交應酬、參與娛樂活動，又或者係喺購買一啲奢侈品之上有住較多嘅花費。不過幸好去到4至6月，有住具有平和特質嘅天秤座滿月所引領，意味咗有一啲人或者能夠喺某一啲合作上得到公平公正嘅對待，同時亦都有機會獲得相對嘅回報。而除此之外，亦都或者能夠減緩你哋嘅急速步伐，並且喺處理一啲同借貸、保險、偽質、共享資源、債務同埋同慾望有關嘅事宜上，能夠有住更多嘅考量。喺呢個階段，我就建議住大家，如果需要作出任何重大嘅投資嘅話，亦都適宜多了解大環境嘅變化，並且要試住去評估清楚自己嘅承擔風險能力，先好去再作選擇啦。總括而言，今年你哋嘅支出或者會急速增多，你哋係需要學會量入為出，並且要善用旺盛嘅貴人運。喺投資同埋同他人合作嘅時候，需要多作分析同埋商討，先能夠為自己引嚟更多獲益嘅機會㗎。流年塔羅占卜，好啦，而家係2026流年塔羅占卜事業篇。熒幕當中有3張塔羅牌，大家不妨以你哋嘅直覺去揀一張啦。抽到第一張係充滿活力嘅太陽牌，寓意住喺事業上嘅困阻可能會即將迎嚟新嘅機會，並且亦都代表住好事會即將嚟臨。現階段你哋適宜多保持耐性同埋信心，持之以恆就能夠得到更理想嘅結果㗎喇。抽到第2張牌係具有穩健能量嘅寶劍皇后牌，提示住你哋喺做出任何重大嘅決定嘅時候，亦都適宜保持冷靜同埋多作長遠考量。凡事唔適宜過於隨心或者係衝動行事，更多嘅好運先會嚟臨㗎。抽到第3張係意味住無拘無束嘅愚者牌，並且係喺逆位嘅狀態，就係嚟到告誡住你哋要時時重新去檢討同埋規劃一下自己嘅事業方向，因為咁先能夠避免遇上更多嘅困阻，同時學會適當咁取捨，亦都先能夠助你成就大業。好啦，而家係2026流年塔羅占卜財運篇。熒幕當中有3張塔羅牌，大家不妨以你哋嘅直覺去揀一張啦。抽到第1張牌係象徵勝利嘅權杖6，預示住喺你哋努力付出過之後，可能會即將迎嚟令到你欣喜嘅結果。而另外呢張牌亦都係嚟到提醒住你哋要嘗試去以唔同嘅角度嚟到看待事物，千祈唔好只係着眼於眼前嘅美好光景當中。抽到第2張牌係象徵行動同埋改變嘅權杖騎士，提示住你哋要多加緊腳步，積極咁向住目標前進，成果就或者會能夠因為你哋嘅付出而有住豐盛嘅收穫。抽到第3張牌係充滿住機遇嘅命運之輪，
代表咗你哋喺財運上可能會有較多嘅一啲起伏出現，而當中或者會係有驚，亦都有喜。同時呢張牌亦都係提示住你，千祈唔好忽視危機嘅存在，見好就要學會收啦。好啦，而家係2026年流年塔羅占卜愛情篇。熒幕當中有3張塔羅牌，大家不妨以你哋嘅直覺去揀一張啦。抽到第一張係充滿住希望嘅星星牌，除咗寓意住可能會迎嚟新嘅感情之外，呢一張牌亦都代表咗喺面對任何情感問題嘅時候，亦都適宜抱有包容同埋正向嘅思想，宇宙正積極咁引導住你走向更豐盛嘅未來。抽到第2張牌係逆位嘅聖杯7，代表住未來可能會出現更多唔同嘅慾望同埋引誘。因此提示住你哋必須先多了解自己真正嘅需要，你先能夠得到真正嘅愛同埋滿足感。抽到第3張牌係有住過渡意味嘅寶劍6，代表住而家係時候要學會從經歷當中學習同埋成長，並且要學會同伴侶積極咁去展望未來，情感先能夠有住大躍進嘅機會。2026年12星座運程預測我就講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影片嘅話，就記得按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一有新影片上架，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噶啦。同埋大家亦都不妨去收睇一下我嘅占星開運 So Easy 嘅節目啦。好啦，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如果大家想得到更多塔羅牌同埋占星嘅資訊，歡迎瀏覽我嘅網頁或者係 Facebook 專頁，亦都可以親臨到我嘅 The Hebe Shop，我會向大家提供更多嘅專業意見㗎。